以前知道，做啥呢？很辛苦，还靠天当食饭啊。今日我管理都当好，万一像去年落一个落雪，哇，全部都睇嘞。但是土地是一个宝，只要努力生忙去了去配合，它就会生长好的东西本来。对宠物非常的热爱。这个记得吃破案的事嘞，很好吃咯。现在也太福祥，在当有福气嘿。每个时期它都有那个时期的青年返乡。像我爸以前，你们青年返乡啊，他也没有任何的头衔，他就是一个年轻人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到他的家乡。但是讲你用按那些想法，然后去学一些东西，把那个经验带回来，那才会有最实际的效果。其实对很多人来说，总有一天也都会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只是我们比他们早一点而已，也不是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再平凡不过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养着条重现。春风过去，强娘多，红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泪风思念。时歌清甜，梦里梦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久处处添归雁，年年应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伫台湾讲到太府这个地名，总系老吃婆位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哦。当年第12年的时节，太府高子园地度掠到一粒一粒的酒红色，像系红布纱的果子，就按用熟的等等而来。今日就等等民族向下来的太府，嚟感受吃婆位的酸甜美食，还个吃婆位料理的魅力咯。来哩！太府是苗栗清泰的乡镇，无论走上贵太平的云海，也是离满头的蒙沙岩，像坡沙样贵路的风景变化同多，环境懂点睛，看到的都是白色青菜的风情。特别的空气地度充满着亮亮的香甜的世界，就是当年本太府天气吃到东沙皮的红布纱而摘树的季节嘞。家太狗安坐安坐。哇，今日拿来都看到要吃饱哎，我就觉得自己谈恋爱了，因为这样子我超爱草莓的。哎呦，早年去泰国，采体客家人，身体亲切大方，对草莓发扬的太甜都卖出去，全部坚持自家的原则老理念。对佢来讲，安样的老草莓照顾到色香味都有。本人下做得现摘现食，就是本佢吃到快乐又有成就的事情嘞。我小时候啊，啲苗栗太咩，炸个吃婆全部上到较矮，都得按用高架起来的种起来，有乜解无穷样的无咧？无穷样也高架起来照顾起来，我较像生意的老人家较好摘啦。哦还有一种较无方便的人，坐轮椅的也摘得。太细细都摘得。可是太讲啊，看那过去啊，单枪的特别的价诶，价个成本就比一般的行较高。哦，迄个嘅投一块头的投资的成本我较高。按用送钱的挨10公元钱一块头就很挨铁的。铁嘅按用做诶。对。那下当人就讲，挨头呢有问题，咁我答得按用。哎呀，希望挨做别看，做成功咧，也当然也。带通一道入来，你本人好来啊！你又冇办法用监视器啊嘛，该人看的。其实不小心，人家个直播也名一下，给他又冇买走，等于讲你就损失了呀。我说价格是也冇过便宜，
嗰便宜的方啊，就我吃亏。佢就攞市場我查冇買到家私。但是人客來得那嘢就做得托，佢愛睇嘅，愛講嘅就做得。佢變到按樣摘起來，也有按樣樂趣，按樣娛樂。对，摘起來哎呀，帶生意來行行嘅看看呢。也是以前苦哦，看以來單價一個樣，其實農民一起付出的代價一太呢。真嘅。價成本沒一個呢。他個按當年也農民做到咩北上嘅有料錢。真嘅哦。對哦。都北上有料錢哦。係像去年寒開嗬，寒開個2歲來料體一多。像按樣技術啦。除了我們去改一開始帶通以外，咁有去那道畢業來學按樣，這很專業的技術。我有去日本參觀過，嗰位嘅主要也一開頭係接觸喺以色列嘅家境嘅滴水嘅觀念，講到皮水管理。皮水管理就是肥管理。肥管理。人講嘅皮管理係啲以色列傳過來嘅地乾泥土，做得源源流水本得頭版全吸收，省工省水唔打上嘅特色，本佢結節嘅落身去研究技術流產品。雖然吹講頭下嘛，大部分嘅農民慣用嘅農法觀念當難改變，效果無大，甚至本佢變做天意嘅帶通地乾設施嘅成敗哦。哇，看到啲有太啲九鳳色，這個就可以採，對不對？摘吃寶嘅嗬，一條。一縫一好。一縫一好，按拿出嚟，係用剪，這樣唔會都嘅啦。這我們的苗都夠自然的。這樣子。你看，動態了唄。所以這可以直接吃嗎？可以啊。溜會蟲碎嗎？唔是，我睇安全呢。真嘅嗎？所以我直接咬來吃哦。對。哇哦，也甜本凍糕誒，酸酸甜甜的哦，真嘅，而且有凍到水分誒。不過人講吃飽就按照初戀的就係按樣酸酸甜甜。好食冇？好吃。好食哈。我愛來吃雜顆啊哦，我要挑大顆的。嘅無縫。前較縫嘅啦，行較縫哦。對。幾隻九鳳色是不是？這個呢？這一個。係啦，看到較縫嘅啦，正。有本講較大粒、較甜呀，係用的冇？縫頭嘅就甜。你種出來呀，我看得起來幾乎都是每一顆都按飽滿，像人家縫包殺用嘅。熱椒嘅問題，你像一國家叫咩？按熱椒。佢喺熱椒嚟講，佢曬到日吃飽就會貴啲嘅縫頭。對。佢成熟就辣就好食。因為泰國嚟講，氣味就散。佢種出來。曬到圓圓啊！你。對，佢曬起來，人家也聞茶又泰國種日吃飽嘅，佢當適合比較種。種起來吃飽較香較甜。較甜。泰國可是要到吃飽嘅，當然差唔多開始寒假甚至也開始到春天左右嘅。那其他時間也就唔就冇前後春呢？冇啊，植樹係什麼嘢都新嘅，但是真正我哋係一年嘅時間都要照顧呢。喺我哋工作成本大，他家下都我要做西藏嘢，真係唔錯嘅哦。只不過說咧，我哋要留高天然嘅養，什麼嘢來種嘅苗，佢要開始繼續照顧，行我花出5張嘢都要照顧嘅時間。哇！嗰種幾年呢就冇好閒。所以講吃飽嘅成本當高，一般人唔哋買吃飽單價昂貴，其實唔咩呢。民國71年到75年家下，剛太盛行家，佢一件吃飽就200-300元。到下下嚟200-300元，70年嘅工業當400，一下1200，所以來講，所以講一下吃飽那又貴。成本越來越高，可是強維持、強用嘅家私，古時候農民就很較辛苦誒。因為了解做田人嘅辛苦，還有意識田工照顧嘅麻煩，古時候就喺1978年嘅時節，從泰國嘅阿爸已經有個開放觀光採購子嘅新觀念咧，還甲層層嘅影響到泰國接下來過後，耕種還甲農場經營嘅想法。國家黨一隻太有質樸嘅草莓，就係老大家關注嘅農法無窮用，到泰府吃飽嘅故鄉，又會做得甜餅貼老草莓有關嘅小生咯。哇哦，吃飽嘅公園呢，老
板，这是卖草莓贡丸哦。草莓贡丸，就是这个粉红色的吗？对，它是新鲜草莓跟那个新鲜猪肉去搅和而成的。真的哦对，它里面吃到草莓的颗粒。可以吃吃看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好特别哦！而且我发现你们这迪度卖好多草莓的产品呢。对呀，因为我们这边特产就是草莓这样。全部做的对，标全部都是绕着草莓去做的。真的。对。粉红色的吃婆味公宴呢，其实用闻的就有草莓的香味了。真的有吃婆味酸酸甜甜的蜜桃豆底度，而且我吃到那个啵啵啵的，那些是草莓的颗粒吗？对，一颗一颗的颗粒，它是草莓去打碎的。好特别哦！我们他们绕豆公在草莓披在牛，好像味道会觉得有点违和，可是还蛮顺口的哎，好棒哦！两个黑马盖，这个是草莓热狗，不是呀，没有吃婆味都敌度哦。它就是草莓的那个外皮去面粉去做的。哇，所以这整个园区里面都带有 Guido 用吃婆味作为食物的，几乎全部都是。真的。对啊。哦，很香哦！哎，太姐，你这个粉红色的，该不会黑吃婆味作为吧？黑啊，他对草莓哭。不是喜极而泣，因为我觉得大福真的是以他为荣。 6年以来遇到最脆弱。哇，老板娘也还吃婆味烟筒、草莓香肠哦。草莓香肠对，一根一根，来赶快，谢谢。是要配蒜头对不对？可以配蒜头，也可以不用配蒜头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有淡的吃婆味香味在里面。哎要用嘛作为啊？用那个草莓酒，吃婆味炸好了过后，先把它酿成酒，你再把它放到这里面。哎，真的好厉害哦！大家可以吃婆味就会是奶粥啊，这边就有吗？这边那个制酒厂，等一下可以去参观制酒区。哈，给杭州的去参观哦。可以可以。無論係公園、演唱，又特別撈草莓有關嘅產品，馬界都有，完全改變你愛對草莓嘅想象。還加有各種嘅點心，撈專門為好食日本式點心嘅朋友現場來製作，包得酒紅色嘅果子嘅太奇葩嘿！除了太可年嘅，咩切包嘅最酷哦！睇呢個加來福州也嘅吃婆味就以前啊，做人來睇我講一下，也嘅吃婆味都要太府要特別嘅歷史。因為清早係種吃婆嘅地方，唔係到太府，係到台北嘅蘆竹然後陽明山。後擺民國46年卡下，當有太府嘅農民去留嘅吃婆嘅賣業來種。咁個睇呢個到底係哪叫開始啊？老一嘅吃婆味變咗也特別嘅菜體主要嘅經濟產業。其實一開始嘅吃婆嘅主要係提供做本嘅原料。哦，做本嘅原料哦。個民國62年卡下，慢慢咧都變到講開放採購嘅觀光果園啊。嗰樣時，台灣蠻有嗰種採購嘅風潮，有太府採購都變到一種時尚嘅。啊，啲基隆市對不基隆對？市開始。目前太府大約有600人戶嘅農民種呀吃婆。目前太府嘅吃婆它有400家，新高峰卡都500家。對，故說農會也變統計，一年吃婆機都農會嘅存款，它會增加6億。天啊，6億耶！對，哇，算係台灣做農業行銷真成功嘅一個鄉鎮了。 6億其實當農會嘅部分啦，又還有郵局也得，還有分銀行。真嘅算係係冇計算咧。當成功嘅行銷咧。太府鄉元旦係中國嘅，下後因為大家設計改變呢，漸漸嘅變做台灣草莓主要嘅產區。因為種法和行銷成功，唔但將為本地帶來嘅財富，還給本港廣告人嘅形態推廣到全台灣，未變做菜地嘅芒果。兩位唔但將做得泰式各種草莓嘅食品，還給大家吃到清驕傲嘅草莓酒，係做唔得甜樣嘅哦。按
神奇做吃婆味酒啊，连那最辣的都是草莓颜色的。好，泰国跟了解吃婆味酒，因为啊，来了解，我本来以为吃婆味酒啊是用什么香精啊，你还讲调和的方式来做，人家还用真正的购置来去焗酒哦。还有当年土农民3、4月的迷上的时节，老去采购过了，过会长冷冻去了。怎么个二线冷冻啊？原因遐样啦，因为遐着做酒的时节啦。一摆无可能讲按太量的量一摆老去用脱，咁啊做酒有可能几年土的就会用，所以有啲会之前老去冷冻去了，等到后续我用的时候再老去解冻，再来做酒。爱啲，好哦，因为我看你有本周也有老地头先弄太点哦，是我要先跟你一起去地头吗？遐就已经处理好一批咧，天天我就带人来洗。真的哈，好，我等下你头会落山呢。系哦。好，等下先拿来洗啊呢。好 ，OK。哇，泰国的机器可以了，很先进的哈。系哦。好，刚这有倒落去吗？当然用倒落去都洗啊。好，按用洗啊，迄爱洗才给它剥一层，系冇？嘿，冇错。但是都要洗破一层以前呢，那就要吃婆的吼。当然老农民啊用输胶以后，那就会先进行农药的检查。一定会符合，人就会用药翻译，然后人就让旁边老给输胶。古说啲动葱药诶，一定要跟农药要检测，先已经完全 OK 诶，因为连下食品呢完全正经动葱药。错噶。而且我发现啊，你还没等下一个水果还用洗。它虽然有一车过去，它洗好几次澡哎，没有错，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把它身上的脏东西全部的带走。哦，两台机器拍就1多钱呢。哎呦，吃婆按贵，用其他东西当然会好的啊。因为焗草莓酒要用酸甜度好嘅果子，故所要先透過太細度好又完整嘅草莓，經過洗槍、打面、炸糕、大溫稀發、留啲糕，將做得算做好咧。做好嘅酒，還會經過一連串品管分析，然後品酒師調味嘅調酒師，佢嘅複雜過程，使係味道做得焗出香醇甘甜嘅酒。獨到三馬度，順溜到後連頭，嘅特別嘅果子香係本人想唔到最人嘅味鮮。韓國嘅草莓酒老傳統美食，因為夾出嘛嘅本人想唔到嘅特別呢。哇，很香哦！哎，太姐，你这个粉红色的，该不会是吃婆味做的吧？系啊，真的哦，草莓汁啊，用草莓嘅果粒吼，去送个吃婆吼，要标个颜料落去做的啊。哇！青米煮太子，菜體客家人，講起話來仲係太白白嘅，要講唔會實。甜甜用嘅嘅身體，實動有感情。對成長嘅家鄉，老傳統客家美食嘅中醫，全係對內心發出嚟嘅情感。可能係因為上手嘅阿妹嘅手藝，亦可能係一種時態嘅風範，亦係當時嘅內心明星。你說哪做一點給人家整吃婆酒 ，OK 嗎？嘿，做遐用的呀。做得好，干压入後嘅米醬，對不對？我這個要。要黑提成哈，要就用鹽味，提成就用加個草莓酒香，就會提升很好的那個9層高的味道。真嘅。可是我有一個疑問呢，你講那一層一層哦，給做那種茶殼的，對不對？一層一層的。不一樣。可是蒸的時候真給用一層一層的蒸哦。是這樣子，所以多半的辛苦賺有，要時間要時間哦。第一層先做原味。是。好。還有要用幾泡的咧？差不多2公分。2公分哦。因為這起毛片呢？唔會，第一都整落去，它叫做平衡。哦，真平哦。兩種做飯老面拍板一上槍誒。是的，跟面拍板係叫會落鹽。哦。人家都要叫成板，唔是，人家鹽味咧，鹽味就會有米香味。啊。完全是米香味，當香啦。鹽味。它有那個再來米的米香味，非常的香。非常香，講的表情都很陶醉呢，真的非常的香。好，該等下先落去蒸。一下就蒸哦，等下這樣會有粘性。OK。
啊，你会蒸几久诶5分钟， ？5分钟的哎，5时分钟间。蒸一层。啊，9层就要牺牲5分钟诶。。是，而台积电用石头嘛，为什么要蒸9层啊？ 9层高它的含义就是说哈，9层嘛，很高的感觉嘛哈，就是步步高升呐。哦，这是夏天呐，步步高升呢。那冬天的话，一年是年糕嘛，年年高升这样子。哦，台积电的时间，我们先来调这一层。好，吃婆味酒要倒多少？等下被我搞砸了。啊，你倒吧，我看看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 OK 了哈。好。六六被提咪，你闻到香味了吗？很香吧？东香是草莓的酒香味，好香啊！不能加的太多啊，太多的话它会发苦，会有苦涩味。哦。草莓酒留菜内面对半泡，倒入到木的度，火辣辣蒸5分钟过後，表面乾，撒定隔入傳統無糖調嘅粉漿，層層貼貼，高程度愛啲順頭裝定哦。按樣照老方法嘅傳統美式，唔但將睇嚟上時態，變化出行卡多樣化嘅口味，啲判定出來嘅香味啲都傳承嚟一台又一台。看到了當上鹽呢，當酒無識到，韓家愛春愛做些韓酒，當新酒看到了個。哎呀，正經喺東斗城，你看到那種晶瑩剔透哦，而且唔單槍晶瑩剔透，你看，重點它是咕溜咕溜的，端端的，端端的，我餅乾超好吃，餅乾很好吃，嘿，好吃哦。黏黏的全部很薄哦，真的吃得出有跟吃婆味巨微熊哎，有哈，厉害！那不想到都整个那个酒精层派甜蜜头的嘛，哎，真的有哎，是9层吧，重点就要吃到要不同的香味，带着丢的酒香，吃婆味香味很特别。系啊，也太府提起，也冲回去嘛，所以我就连接一下，放一下它的草莓香，那个草莓酒的味道下去，真是懂我说。去搞弄，让我弄啦。刚才冇人哦，像人家倒闭啊。其實你講到客家嘅美食啊，大家出就會想到客家嘅美食。啊，你有冇按正講？我老見樣來做連接以外啊，而且都要倒閉又作為天意推人呢。哦，嘿，對啊。因為從細就，都要太府土生土長嘛，我就太府就係草莓的產地啊，所以我就用呀個草莓嘅果香啊，哈，嘅果香啊，哈，來提升呀個9層版的軟土嘅口感啦。實在呀，太府嘅草莓啊，哈，係全台灣省最好食的。全台灣。草莓可以說是我們大埔之光。真緊的吼，那次聽人講哦。是。好，太府也講哦。是。也是熊吃婆味。你沒有感覺嗎？它是萬里叢中一點紅。那對你印象有動態係咪要吃婆味？你就冇中啊？我冇中當然有吃啦，真的懂我生的，它很好吃哎，它很香哎。有感情，因為它帶一點我們大埔地區那個經濟發展。哇，剛剛係一種精神支柱嘞。是這樣，是這樣。所以我對他很感動。要不要抱我？你要抱我可以給你抱。你不要再走掉了啦！在這聊。不要照那個，真的會不好意思。謝謝。他對草莓哭。不然是喜極而泣，因為我覺得大埔真的是以他為榮。6年以來遇到最脆弱。真的是以草莓心啊，草莓心。以草莓為榮啦，實在我們大埔地區哈，真的。以它為榮。客家人前為料理美食，老米冇做醬，摘脫水分，過7筆完過後，就做出客家美食地度多變化嘅版呢。係過年過節做唔得缺少嘅，風版、9層版，口又好食，甜又唔會膩改，仲係本人上愛見識下去。一切記得老太子講起上秀阿妹淑女嘅時節。節目主題度呈現嘅光芒老自信，因為此世的亞美泰見證了菜地食物嘅單純老美好。結束嘅菜果、肉酒是小食嘅行程，順定彎彎八八嘅山路，天天嘅行工商，
从地现今用嘅蒙砂盐变化同道，从离开人间用嘅吃菜。哇，好，明珠你来啦！太极你好，你好。我手很脏哦，没关系。好臭啊！他太惯的喂，他太惯了。对不起。人家都会讲泰国的西梅会较正，对吗？有加过但来唔出咧。伊迄讲多厉害的，加过来无酸。刚刚人家边吃婆诶，是用无农药的种法，嘿，就完全无些药的农药哦栽培的。旁边真太子，菜地客家人，每急性嘅佢，面孔仲係帶點溫柔嘅笑容。結婚過後，老老公上述嘅農田，對天數傳統農作開始，經過經轉型，大表嘅為30年，實地2011年得到神農獎嘅功用。落神帶動休閒農業嘅發展，為後生人願意轉向來創業。我按后要到邊嘅吃婆诶，按講又唔是西柚诶。哦，我特別吃对啊，你看好漂亮很香哦。哦。可以直接摘下來嗎？做得啦。因為有辦法冇西柚嘅啊。哦，因為啊，吼，我特別較冷，嘿，較冷，個位吼特別唔會流皮膚嘅人窮下流夠流多。我有發現要到邊嘅較高，對對。下尾種嘅迄幾隻盆體嘅，人家等於係3排嘅體型啊呢。對對對。可是人家講冇西柚嘅法師研究，人家到邊有特別嘅苗嘅條嘅唔會來食，可是唔會有其他병蟲啊。係係會有，都不過就較減少點點。你去敢用種起來，你知道個草莓不撒藥，它是做得成功的嗎？可以呢，我已經第3年了呢。也要受一些考驗啦。一些考驗之後，已經第3年，已經相續的就當好啊。做當好，對不對？真經當好誒，你看一下吃婆誒，真是完全冇些農藥。真是凍醬又凍太粒，所以你既然冇些油誒，我應該也可以直接吃了。哦，做得啦，做得都冇問題啦。看那麼大一顆，剛好跟我臉頰差不多大誒。有香嗎？有香有甜，冇暗酸，有樣。可是它其實都給3腳下嘅都吃婆味啊，我從不都給每天早上來吃，而且它那個也是等於講安全的呀。對，也好吼，因為食得也要安全。啊，個個佢也都種嘅人啊，吼，有觀察嘅都感染本嘅都啲，講也吼。愛保護人的身體，自家天接觸農藥嘅人，要唔要保護自家哈？一天會都安全期，咁會本人學習。對，佢所講，你講來到高資源行哈，你問嘅農民佢講冇問題，佢就有把握，一天都唔會。佢說唔怕啦，因為我自家當好是草莓，我也希望講用無農藥嘅栽培，係能有成功嘅話，我咪希望我大家同樣安尼來做。我是做，因為我做主持人，我講較簡單，設計的辛苦，只會人家的心底啦。大家食得安全啦，哈！啊，個位我哋經濟可以輸入，也是一個兩等其美嘅方式。農場位於中海派嘅關渡山，它有700公尺安高，天時時時改變，大白天時係轉變，充滿蒙砂鹽，溫度凍腳就會流下去。天時係熱好，風景又清江，日光又當長久。呢兩隻天時地利嘅自然條件，就係種出九風多水草莓嘅清好環境哦。哇！台積陽明頭也太重了吧！這是什麼？啊，鴨牛味道好重哦！鴨牛奶啊，這已經有。發酵過的牛奶了哦，我過來這裡喝，所以你按用一條一條按用洗啦過去哦。係啊，我先給它調下，先給它調下，最主要要讓它的根部吸收啊。可是這真的味道吼，它沒按後皮，沒醋就沒營養啊。真的，真的，小白你還用尿哦？沒有用屎哦，但是水會嗆啦，你唔怕啦。好，好啦，
会拔的吗？会拔的吗？不是，你帮我拔好了。好，我弄拔啊，你先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小小管的就不会碰到。开，不行不行，好臭啊！开干的喂，开。对不起。太子，刚你很用中啊，成本很高。还讲一开始中，如果幕后书生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其实呀，3年以前，我第一大约做4年的时间，真是偏会马开始当冲。呀呢，做那个有机的部分哈，真的东西要成本。后头我有开一个传堂哈，因为这样大家互相辅助这样子。你讲的有传堂，感觉只有吃口味的料理。有呢，真的有，太好了！刚才大家5天数过后，我就来去传堂，后一还要吃口味的料理。彭太子用牛奶粉本地发做皮，客家人群强嘅身體啲成發指揮當歌完全表現出來。但將看電熱頭下，生出來一碟一碟醬又像風暴作用嘅甜加嘅草莓，心感到一層一層嘅溫暖老幸福，本人動態嘅安排喲。阿璇，剛才呢，楊媽媽就老講到，真拿要吃口味來做料理，咁你們也想搞來做嘛？該嘞？草莓千層，它是一道西式的料理，真的，也不算料理，它算甜点。那這個果醬很優雅嘅，自己嘅吃口味去做呀？係啊，吃去家做誒，試一些好冇？做對啊，吃看嘞。懂好吃嘞，好吃哈。它是用整顆草莓去做的哦，你看。甜甜的夠汁甜蜜。你現在還可以看到草莓，真的，哇，待會我好棒！們要把它加入到我們的那個草莓千層裡面。好，剛剛先沒鹹來煎一個千層餅，對不對？對，我不能搭是重點。我從不你張好給9層半呢。哦，真的啊。就學做千層。千層，對。你剛好1勺匙是不是？對，1勺匙就好。然後我們先下中間，然後。对，好赞哦！这樣子一直轉。它這個的話呢，這個甜點它最需要的就是耐心。我聽聽那個，煎到它邊邊有稍微的焦色之後，有一些，就做在邊了，對不對？就做在邊邊呢。好香哦。然後在這個煎的話也是需要一點耐心。那民眾換我體驗，跟你換位置一下。好，我們來換位置。1勺匙，對不對？對，從中間開始，然後快速的。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非常棒。謝謝老師。你看阿牛會煎幾多層？10層。10層哦。OK， 好。剛給餅皮做好先，來做它的 cream 的部分。對，我們要做內餡的部分。好。那下就去給做果醬。那成本都很高啊。對啊，然後那個奶油，對。跟阿牛要跟奶油的加比例的，差不多是2比1左右。都得了大，对不對？都對。把我們剛剛那個果粒的部分把它打碎。按從細有聽着媽媽做吃口味嗎？有。在草莓園玩着長大的，難怪你的皮膚那麼好，跟草莓一樣。應該都會講泰國的什麼會較強，係嗎？歡迎朱迪。有加過嗎？亂猜咧，你喺講到厲害，加過來無酸。按眼導的外表啊，P在做按牛的料理，你看。這個做偏東都什麼人呢？你要偏高嗎？吃過誒，真是。看你擺吃看，我按牛偏硬，偏的講硬。我又不愛5天有糖凍啊，就發達。有5天以為係嘛？有。哦，剛才牛就冇媽好丟嘅，沒有。亂猜咧，你喺講到厲害，加過來無酸。阿用咧差唔多嘛？差唔多誒。OK， 酸甜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哦。人家就等一下就做對了用。做對了，做千層呢，真給老給狗啊，成一層一層，但是真的難的功夫在這裡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沒有弄好的話，就會變比薩斜塔。好嘞。你知道嗎？做下草莓千層派啊，等下都會狗噶哦，草莓香好濃哦。
弄哈，每一层都不能懈怠。好，第一层老师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你帮我加草莓，太真材实料了吧！天哪，这只能自己家里面七嘎色了。直接七嘎丝啊，我们用自己不好意思，自己观众朋友，吃的我刚刚可能买很多，因为啊，成本挺买没贵。做对啦。开起来就冻浆啊，可能是做千层啦，你做蛋饼就好了，2层就好，这样成本不会那么高。 2层就好吗？对。千层鸡卵糕做法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係當火鍋，人外想會做出綿悠悠嘅口感。學餅老料係當要學問嘅，愛當要好功夫哦。一酸甜嘅草莓，切對係千層薄餅做唔得缺少嘅，兩種結合過後，甜香悠悠嘅口感，用慢砂度嘅調料種幸福美食哦。 俺順風料嘅呢，就係太子嘅奶嘅玉成吼，剛剛我已經聽的小璇來做嘅算是甜點，法式甜點。你喊我講來做嘛？該嘞？有安名的冇？有安名誒，他搞方面就會講。好像你怎麼不大敢講？你講。我沒有不大敢講啊。那你講中文。就陪草莓睡覺。衛生的烏卡卡的，把有毛多，塗肉層頭上油油的，觀察其準備材料嘅手法。 到拿起木柴料理嘅用嘅，就做得啲對料理，佢係當有想法嘅。退伍過後，接下嘅野外打餅嘅規半成年嘅傳統，到民宿，用季節食材設計菜單，服務美食好料來嘅景色客。好，都神奇的名哎，名字已經很有創意了，然後都帶到牛耳之後，你來教我。好，那我先教你。對。我們就一邊動手做，一邊跟我分享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迫不及待要了烘的。要先熱鍋。鬆餅皮哈，對，因為這不粘鍋，就看你要不要加油。對，要看你要不要加油，就還好。好，那我們需要它熱一點才能煎。我跟唔打社會化，一開始嘅老後背嘅可能。顏色會太深，會跳舞，會不會又忙手按呢？你有會做料理啊？嚇，捱嗎？你敢配本口誒？係啦。真嘅，你係餐飲科誒？係啊，晚飯色都得啦。差唔多。好，那現在差不多了。好。要把油拉開，拉開等下沒麻煩。但要薄係冇？係。感覺好厲害哦。還好啦。啊，等一下唔會爛鐵咧？等一下還好。哇！你真勁懂腔哎，而且哎呦，按眼刀的外表啊，P 的做按牛料理，你看這個就是偏懂得什麼人呢？哈，你有偏過嗎？吃過哎，真是。看你擺吃塊，我跟你講一下，擺偏的講啊。我又本來朋友湯凍啊，就把打。有提以為係嗎？有。哦，剛才牛就冇乜好溜嘅。沒有。好，這等很久呢。這樣一下子，因為這有點厚。哦，味道出來了。對，看一下吼。哦，有料。嗯哼。哇，很香哦！這樣可以了嗎？好，差不多。但我等到規個焦黃膜嘞，不是，因為等下第一面的時候，我們會捲起來，它就會變得很漂亮。係薄到底度，要唔怕。生下來咧。我下來話，攞剪培根。好，bacon。有米湯，眼睛眼睛。整下叫掉唔怕。好。咁有冇想出我按下嘅皮吃婆嘅水母料嘅名咧？其實一開始上名嘅就上東叫嘅，一堆就上皮骨啊，包起來安尼，呢種陪草莓睡覺，真的有培根的培，好厲害哦，好有創意。用家也逼出來油吼，按出來炒四季豆。哦，好嘞，唔是咁多。一些些就好了。剛才看下準備液態裡面呢，叫用齋。用口味哦。我可以偷偷請問你，從人家出來，剛有到台府要到畢業什麼草莓季的時候，你去比賽嗎？有，曾經有去比賽。對啊，因為這很有創意。得了第2名這樣。真勁哦。對。係就啲，因為一種發上的短用 T P 咧，跟住自己蹦蹦加上到。係蹦蹦的時間。真勁哦。冇啦。你敢有想過我開嘛該？冇去嘅傳統，因為媽媽養嘅傳統係卡，即係家常偏飯嘅嘛，對不對？傳統嘅以後啊，因為一下年都唔記得傳統嘅啊。沒錯，真嘅。對食材老料理，肉身有人比唔得嘅年輕，行家咪較好用天然老簡單嘅鹽味，美國生菜、麵條、bacon、巴托、老草莓，用嘅下煎好嘅餅皮包蛋，鋪好嘅意大利麵拿來炒下去。一出寒天季節嘅好面線就好食咧，我見你唔吃，想我來試試看下了。
看看，你正经系季节寒天呢。要再加上草莓季来，这种喷喷是都要用起个吃婆会做料理，对不对？刚才就一个，我先吃这个好不好？因为刚才玉成有讲，这可以有点当像饭前的温沙拉，按用来吃这样子。他排谁都用根啊，就先独享一个。好，玉成，你用根应该会宽讲的嘛？所以以前避免出豆木煮，是不是要先把它泡？可是这个很厉害耶，懂于上班呢。懂真的，咸甜，那不要陈皮啊，有一些的脆的。韩刚呢有加这个生菜，鸡蛋香在口感上面就很多变化，而且落一个 cream 流皮没做讲，温柔几感嘛，它完全不会，刚刚好。那不要成饼皮呢，松饼皮啊，又是水了包，还是有色高嘛？里面还是在。哦，你是在。培根拿铁你就做一次嘞。哦，天哪！你看，好吃。啥好了，你要吃黑马盖？草莓烘蛋。哦，吃婆味老鸭乱做的给好不？做的。安子说，我要舔席耶。你底都得加系列版呢，增加给它口感。米食啊，等于是我们的米食。好好吃哦！刚刚玉成有老来讲哎，吃婆味它没有办法过度烹调变成是热的，一定要保持给它新鲜度。所以你这种点缀方式啊，它还是吃的都给它新鲜的口感，它没有变质掉这样子。还不会有加的个好加的凉拌，我说呢就很客家，很道地。我两个是姐姐做的，挑选好。康康都会爆浆哎！哇哦！你光给它正面就底，它真的是很多层、千层的。这个少女看到这个就疯了。好，就杨爱是都某按优秀系嘛。人家讲吃婆会觉得恋爱面是啊，佢係貴嘴嘅，傳統係貴身，全部都係戀愛感覺。草莓千層用一層薄餅一層料貼點起來，食到嘴度像係粗養嘅動物，表面又唔會黏腻，停段時間天天嘅化開來啲嘴面嘅感覺，絕對係幸福嘅美食。呢次創意料理鹹甜高用豐富嘅層次，證明呢是愛好嘅食材，簡單處理就做得兼有精彩老美味嘅香煙。都帶起碼一開始先上出，無農藥嘅做法咧。玉成，兩面紅就曉得你係革命分子，你就提供係。你可是因為上過了各種啊，有冇農藥咧？其實農作物啊，是很多那個農民的生計，對他們沒辦法去嘗試它啊。但是我們還有傳統都在扶持，所以我們可以盡量去嘗試這樣子。然後嘗試了之後，如果這樣子是成功的話，看會有辦法去渲染其他的農民去做這樣的事情，對，讓他們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計這樣子。用農藥呢，我們比他們的先天條件還要好，所以我們可以願意這樣子試。因為要講，因為台灣的農作物但是就安內，一塊是種誒，油誒，一塊是買錢可以是用就會太就皮料去輔助佢可能身體就冇較好誒，就可以是不香的就會先農藥，你就一連貫的，對，這樣惡性循環。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從根本就開始去改變？因為這樣子在台灣 run 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，壓下外國真的可能蠻貴，就先吃寬誒。我們怎麼去讓生態平衡？對，跟這生態去共存它。對。你用啥細細都天天不看你啊，用都夠自然地都按用台的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像某出意料，都一直參加福卡嘅親子活動。更多按後台。比天後台。從小學，人家身體就動好食，動嘢前衝調解用嘅，而且你還做按用啊，係西門人較好嘅甜點，那個原因本太高，還有冇出現那波發展，真都不考慮咧。其實就是喜歡這個地方，所以我才願意回來。當然也是看父母親很辛苦啦，對，想說回來幫忙。其
其实我们也曾经在外面做水过，只是节奏我们要自己去调试一下。今都不会做些做一条路可能它单方面的，它注色类就会注色的，我们会冲鸦片，又会做浓，又会卡脚条，又凸声，又凸声，又切色，又就会一个不卡。哎呀，就冇中央。东东人就会条路玩条路，成法玩成法，安样就会切做两部分。可是人家的东很远的嘿，人家的一边做一边成法，或者东很富不会有那种疲劳感。因为你们就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对，我们在经营自己，我们在过生活。真嘅。有一段话係安陽講嘅，理想嘅生活無啲匹味，處啲安利嘅習慣度，處啲腳下。無論做乜嘅條路，只對內心中意，當下啲嘅做嘅事情，也就係幸福。然下轉向當中，實貼行個集權現代人。回歸生活嘅象徵，家庭當中去認識土地嘅光景，對作物嘅成長去感受節氣嘅變化，強能的來了解各自風俗嘅歡喜，日常飲食尋到對家鄉嘅認同、老歸屬感，還有文化當境地度做唔得甜餅體嘅好美食。吃婆的本太府嘅空氣地度充滿着戀愛嘅美食，每本也年代同點清嘅山上變做同鬧熱咧。我想啊，係講真心泡一件事物，唔全心落身，tìm出新嘅可能。就像一大位嘅人，加掉生態土地、生態色彩，本大量飽滿嘅果子都變化出農業嘅全新風貌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晝好美食，你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日出已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渡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里望，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，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0半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